来过来是台中一个社区的民众来发现讲，最近出期8月份的电费突然间加真多，原本拢是1000块左右，出期煞要1万多块。台电调查的结果，原来是抄表员并无亲身到场来抄表，是用推算的方式来回报着用电量，实在是有够离谱。乡亲一个看电费钱的小单，4月份1055块，6月893块，8月爱10044块，热天电费钱嘛差伤济啊！住20年了啦，我的电费从来没超过5000块以上，从来没有。然后呢，这次打开账单看到1万的时候，我真的当下吓到了。台中北屯一个透天社区住户发现8月份这期电费钱有够含，本来当作是电器出问题。跟我先生去询了一遍，说家用电器就是耗电的东西，是不是哪里漏了电？结果发现到都不是。住户安尼算来算去，愈想愈唔对，去看电表的时，结果厝边隔壁嘛有同款的情形。住户之间，有些人开始频繁的去看电表的状况，问一下，为什么在拍电表啊，在看电表？社区10多户电费钱拢是1万起跳，台电一个调查发现讲问题出伫遮。他真的是没有到现场去抄表。依照台电调查讲，这个抄表员用推算的方式回报用电量已经加开除啊。除了按契约给他罚款之外，也要求承揽商给他除名了。依照台电的统计，这个抄表人员负责用户有114户有问题。台电已经重新核算电费钱，采取对用户上有利的方式来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